哎呦，恁爸甲你托付我，迄是讲生笑的啦。而且我无内要比较做伙啊。你平安敢有闲？你要创啥？等菲菲困了后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好。小燕，你有话就直接讲啊，无一定爱来吃。无一定要安怎？啊！我袂记你啊，我有准备礼物要送你。听讲这袂歹呢，我想讲要来送你，用看卖。感谢。了安怎？够礼物无啊。那安尼，我有礼物要送你。洪家清，你对我甲菲菲拢真用心，我真感动。咱敢会伤紧？你敢袂记有一天你问我，你想怎会让我？真欢喜搁拄到你，嘛感谢你照顾菲菲。哦，对啊，是安怎？是毋是你讲的？你唔相信感情？是因为愈介意我就爱愈记住，袂使互你一摆就得着。所以你是讲你介意我？你介意我真欢喜啊！啊，不过你这么主动找我的饭店，到底是要创啥？因为我想要爱啊，你嘛知影嘛，一个月有几天，查某囡仔嘛有奇怪的想法啦。什么奇怪的想法？我让我唔知这种代志。你想落啊啦，坐。等下，你看起来真有经验。你是不是想讲买一台车进前，先试看卖敢有好开？莫亲像查某囡仔问东问西啦！两位，哇，拄铁根就落跑啊，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下没给对哦。我送菲菲去上课，你加困一寡，这爱记你食哦，身体爱顾。哦，像你大心哦。你很难迷我去。你两个，你爱伫遮啊？你哪会伫遮？我你哪会遮？你先讲，你先讲啊！